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1月1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420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526天。前线总共发生173次战斗，其中47次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23次在胡里亚波尔方向。俄军在夜间发射了154架攻击无人机，其中包括110架沙赫德，乌军击落或压制了其中125架，至少22架无人机袭击了18个地点，另外2个地点坠落了碎片。乌克兰军事情报报告称俄罗斯首次使用了新型攻击无人机，该无人机长6米，翼长5.5米，携带约90公斤重的弹头，射程可达1000公里。也就是双方在无人机这块也是日新月异乌克兰空军飞行员使用法国制造的铁锤制导炸弹，对俄军指挥所以及部队集结地点实施打击。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俄军在库皮扬斯克和波克罗夫斯克都有所进展，也就是说在这2个地方乌军目前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说目前俄军每天伤亡人数不少于1000人。这种情况自去年12月以来一直持续至今，这就是俄罗斯实际上为了让战争无法结束而付出的代价，这简直是疯了。只有联合力量，欧洲和美国特朗普的力量以及我们所有伙伴的力量才能阻止它。泽连斯基说这场战争的每一天都在提醒我们，世界无法保护自己免受疯子的迫害，我们必须保护世界，必须阻止俄罗斯。感谢所有的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人，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民，我们国防和我们的重建工作的人，荣誉属于乌克兰。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持续俄军每天损失都要超过1000人，说明这个双方战争是越来越激烈。根据乌克兰的新闻报道他说俄罗斯计划在4月1日前占领整个顿涅茨克地区。此外，俄罗斯今年的目标是逼近扎波罗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俄军又加大了在红军城还有库皮扬斯克的进攻。原本在2月份要夺取这个红军城，现在看样子推迟到4月份，4月1号之前又推迟了1个月。曾经在阿富汗执行过3次作战任务的前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从乌克兰返回英国后接受了 V24 电视台的采访。当被问及乌克兰是否有被迅速占领的风险时，他表示俄罗斯的伤亡率太高，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渡过第聂伯河。乌克兰国防军继续削弱俄军的后勤和作战能力。乌克兰国防军对俄罗斯军事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其中包括位于里海的卢克石油钻井平台以及临时被占领地区的防空系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于1月11日通报了相关情况。乌克兰国防军在里海海域击中了卢克石油公司的3座钻井平台，分别以弗拉基米尔·菲拉诺夫斯基、尤里科尔恰金和瓦列里洛赖费尔命名。通报指出这些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占领军的作战行动。此前，乌克兰无人机曾于12月11日和14日首次对俄罗斯位于里海的石油基础设施发动攻击，当时的打击目标为卢克石油的战略设施，包括拥有该地区最大储量之一的叫菲拉诺夫斯基平台以及格赖费尔钻井平台。这是乌军第2次打击俄罗斯在里海的这个钻井平台。据说这个钻井平台的燃气轮机排气装置被击中，维修需要专用设备。目前这3个平台已经停运。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火力发电厂之一遭到乌军无人机的打击，目前正处于起火状态这个火势还没有被灭下去。虽然俄罗斯的伤亡惨重，但是不能不说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和库皮扬斯克还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是目前双方在战线上的一些情况，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我们先看看这个英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根据这个央视报道英国政府1月11日宣布将研发一款新型陆基弹道导弹，以加强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据称，新型导弹将配备200公斤常规高爆弹头，射程超过500公里。英国政府称该导弹
可以从多种车辆快速连续多枚发射，载具可以在几分钟内撤离。英国正在研发的这种导弹叫夜幕降临。从这个名字看这个就是专门针对俄罗斯的对俄罗斯的后勤和指挥设施造成严重的威胁。希望这种导弹要早点投产英国独立报报道说，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自曝近期在访问乌克兰期间险遭俄军针数导弹袭击。英国媒体称希利一行当时距离导弹击中的利沃夫地区仅数分钟路程，因听到爆炸声与空袭警报而被迫终止行程。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希利在利沃夫附近经历一次惊险逃生。希利也向英国媒体证实，当时所乘火车不得不紧急停车，我们离得很近，能听到空袭警报声，那是一个严峻的时刻。这个正好就是俄军用这个针数导弹打击利沃夫的时候，这个确实吓人，因为他那个针数导弹用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那什么电子管、陀螺仪都是苏联时期的老掉牙的，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准头。所以这个对英国国防大臣希利来说是非常危险他当时离现场因为他是坐火车去的，离现场的话就是几分钟的车程，也是鬼门关前走一遭根据欧洲媒体报道英国有可能将140台挑战者2坦克援助给乌克兰，说英国拥有140辆挑战者2，这些坦克不会升级到挑战者3新标准，而且目前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置他们，也就是他们也要退役一批挑战者2坦克140辆。处置方案包括拆解、储存以及可能移交国外。乌克兰仍然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尤其考虑到该国已经在实战中使用这些坦克。实际上这个就是先放风让地保老人做好心理准备，要不了多长时间英国就要决定援助乌克兰140辆挑战者2坦克。德国的莱茵金属表示乌军将很快接收首批5台山猫步兵战车，这笔价值数千万欧元的交易已于去年12月签署，交付工作将持续进行，预计未来生产将在乌克兰本地化。这些战车配备了专为乌军定制的双管炮塔，就是对付无人机的这个就是德国援助乌克兰的一部分，而且马上就要在乌克兰本地进行生产。乌通社报道说，挪威外交大臣宣布拨款4亿美元援助乌克兰。我今天确认，我们将宣布一项新的援助计划，根据该计划，4亿美元将立即拨付，其中2亿美元将用于冬季的紧急需求，购买天然气和维修能源系统，以确保供暖和照明正常运转。挪威外交大臣叫巴特埃德在基辅与乌克兰外长安德烈西比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埃德补充说剩余的2亿美元将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预算。这个挪威也是不遗余力的在援助乌克兰。韩国已向乌克兰运送了应急发电机，这些发电机在俄罗斯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首都停电后，已经在首都安装完毕。这个韩国也很厉害，包括日本在援助乌克兰这一块，那比美国比特朗普那是痛快多了欧洲媒体报道说，波兰将向乌军交付几架米格29战机。波兰的米格29战机即将前往乌克兰。波兰前国防部长亚努什·奥尼斯凯维奇证实说，技术磋商将于月底结束，6到8架战斗机定于2月份交付。这个波兰也不亏因为乌克兰帮助波兰打造无人机墙，对吧？还要跟波兰一起生产无人机，也就是乌克兰用无人机换这个米格29战斗机。根据这个国防快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据称已接收新型美制暴风雨防空系统原型进行测试，该系统由 V2X 公司研发，并于2025年公开，包含针对无人机威胁设计的机动型和拖车式2种版本。虽然特朗普不愿意援助乌克兰，但是你美国这些军工企业、军火商生产的新型武器那都得送到乌克兰战场上进行测试。
势。这个德佐地区啊，现在局势突然紧张起来啊。根据这个欧洲媒体报道啊，说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已被彻底切断军事补给线，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关闭了所有通往左岸地区的通道，致使约1500名俄罗斯军人面临燃油、武器及物资短缺的困境。两国已关闭了与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的所有过境点，并对进出该地区的所有物品实施严格管控，无论是空运还是陆运，物流运输都已经无法进行。根据媒体报道，此举是对奥德萨市持续遭到乌军轰炸的回应。你这1500名俄兵啊，在这儿插翅难飞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路全部被掐断了，这后勤保障怎么办呢？这个局势啊是在升级啊。我昨天就说了，这个普京啊发射这个什么针数导弹吓唬欧洲，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欧洲没有被吓唬住，结果欧洲现在啊纷纷在升级，局势啊进一步恶化。你比如说，根据欧洲媒体报道，北欧国家尤其是瑞典将很快开始讨论集体获取核弹的想法，以此应对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据称啊，瑞典还有一批高纯度的核原料交给了美国保管，他们可能要求美国归还。这个前不久是吧，芬兰放风，他们也搞核武器，要部署核武器。这回瑞典更直接啊，人家要生产制造核武器，这个对瑞典来说啊，那不是问题啊。瑞典是个隐形的军工大国啊，是吧？瑞典生产什么鹰狮战斗机，那非常先进啊，很多3代机都是根据鹰狮战斗机改进的。瑞典的什么弓箭手那个自行榴弹炮，瑞典的武器啊，那是很先进啊。瑞典要开发核武器恐怕不太好阻拦了。然后就是这个英国啊，又开始蹬鼻子上脸。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政府已找到法律依据，允许英国军方登上影子船队的船只，并将其扣留。2018年制裁与反洗钱法可能为动用军事力量提供法律依据。伦敦已对500多艘影子船队船只实施制裁，据政府数据，其中的200艘已被停运，多数船只未悬挂合法船旗。新法律机制可适用于任何被制裁且未悬挂合法船旗的船只，这类船只通常没有保险，一旦发生事故，如石油泄露，可能会引发严重危机。英国国防部表示，遏制、破坏并消灭俄罗斯影子船队是政府的优先任务。你看看啊，是不是套在普京脖子上的绞索越来越紧？先是乌克兰轰炸黑海的俄罗斯的这个影子舰队，然后又追炸到这个地中海，后来又由这个特朗普扣押贝拉1号，就在俄军核潜艇还军舰的眼皮子底下，把俄罗斯的影子舰队给扣押了。据说现在已经扣押到第5条了。那英国一看，对吧？既然大家都上了，那我也不客气了。这个时候不知道从哪儿找出一条法律出来了，是2018年颁布的制裁与反洗钱法啊。根据这个法律啊，英国军队就可以扣押影子船队。你看看是不是大家都蹬鼻子上脸了？那这么干的话，那法国马上也会找到依据啊。德国那波罗的海那沿岸的几个国家，你这船只要从波罗的海走，他就给你扣住。黑海出不去，那怎么办呢？这个俄罗斯活活被憋死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对俄罗斯的这个钱袋子的打击啊，对吧？对它的石油、石化能源的这种换钱这个行为啊，是不是逐步在收紧？普京啊，贸然放了一个针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没有吓唬到美西方，反而给自己造成严重的被动，正好找到借口啊。这个时候纷纷加码。北约最高指挥官向普京发出警告：俄罗斯承受不起与我们开战。在瑞典发表讲话时，北约最高指挥官阿列克苏斯·格林凯维奇上将谈及多个重要议题。首先，对北约目前的防务态势进行了评估。他指出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依然严峻，但目前并不构成对北约领土的直接威胁。同时，他提到，随着冰雪消融，北极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不断提升。尽管军备生产面临挑战，但资金投入与产业能力提升将是克服这些难题的关键。也就是这个北约最高指挥官警告普京啊，不服就来试试。这个乌克兰的前外长库列巴呀，他不是最近跟泽连斯基见了一面吗？泽连斯基说库列巴很有可能再返回政府。
那这个库列巴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啊，他说战争还将继续，普京会一直发动战争，直到他死掉，因为这种方式对他来说很方便，他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他说我相信啊，下一轮谈判将在2月底进行，之后夏季会有一段时间谈判窗口，然后是冬末。按照库列巴的说法，那整个2026年是要接着打，不会停火的。他说啊，如今普京对在顿涅茨克未能实现其目标而达成的停火毫无兴趣，然而谈判仍将继续。他说战争今年不会结束，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停火。如果人们被告知我们必须放弃这些，但作为交换一切都会停止，我们将获得这些：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这个绕来绕去的说的就是说土地换和平也就是这个特朗普搞的这个和平协议这个库列巴说啊，我认为乌克兰人可能愿意接受这样的说法，前提是协议中没有规定我们要永久放弃任何领土。泽连斯基清楚地认识到，他签署的任何和平协议都不能重蹈明斯克协议的覆辙，无论是在实质上还是其他。举行全民公投不是为了保护泽连斯基，而是为了防止国家因为这个问题而分裂。如果是在全民公投中对和平协议说不，那我们将继续战斗。这就是库列巴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的一些态度果不其然呢，这个特朗普又作妖了咱们在以前节目也说了，这个泽连斯基要跟特朗普谈这个安全保障吗？不要落到纸面上，还得变成一个法律，不能成为又一个布达佩斯备忘录，什么明斯克协议。泽连斯基还要跟特朗普再会面，结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特朗普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又作妖了说法又变了。特朗普说他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谈到俄乌冲突问题时表示，泽连斯基已经没有牌可打了。记者问他他说您2025年2月曾在这个房间里对泽连斯基说过那句著名的你没有牌了。特朗普说没错，他没有牌，他从第一天起就没有牌。记者问所以当时他没有，现在他有牌了吗？特朗普说没有，他没有牌。记者又问他没有牌可打了，在您看来这意味着什么？特朗普说他现在手里只有一样东西。那记者就问他什么东西特朗普就说了唐纳德。特朗普的意思就是泽连斯基手中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我，又是在给泽连斯基施压了又开始作妖。这个阿根廷的总统米莱向 CNN 表示他说他非常希望访问乌克兰，以表示对泽连斯基总统的支持。米莱称我与泽连斯基关系很好，我尊重他，并对他怀有特殊的好感。确实连这个前美国的乌克兰特使凯洛格将军他是不是退休了？好像被特朗普给挂起来了是吧？靠边站了。现在都是维特科夫带着那个库什纳嘛跑乌克兰。这个凯洛格将军他也是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泽连斯基是名副其实的硬汉。凯洛格称其铁血硬汉，意志坚定，直言不讳，精通媒体运作，也就是善于搞舆论凯洛格还曾在美国政府内部直言说，自亚伯拉罕·林肯之后，美国本土便再未出现过如泽连斯基这般的领导人。也就是凯洛格近距离接触了泽连斯基几次之后对泽连斯基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把他跟美国历史传奇总统林肯相提并论并肩，评价太高了引起了特朗普的嫉妒。特朗普就把这个凯洛格给免了。这个凯洛格肯定在跟特朗普开会的时候或者汇报的时候经常说泽连斯基好话，对吧？为泽连斯基说话，那这个特朗普能受得了吗？根据这个基辅国际社会研究所的调查结果，大多数乌克兰人大概有55%仍然认为欧洲正在大力援助乌克兰，并希望在公平的条件下结束战争。上周三公布的调查结果报告称，认为欧洲已经疲惫不堪，正在施压以达成不公正和和平的人占 33%， 与2025年10月初相比，持不确定观点的人比例略有上升，即从 6% 上升了 12%。 与此同时欧洲在过去几个月的相对稳定，而美国则继续呈下降趋势。与2025年10月初相比，认为美国已经疲惫不堪并施压乌克兰向俄罗斯让步的人从 52% 增加到了 59%。 相反，认为美
美国认识可靠盟友的人数从 38% 下降到 28%。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前数据有所恶化，但在2025年期间，美国政策曾一度遭到更差的评论，更差的评价出现在2025年3月，也就是特朗普和万斯两个人在白宫阻击刁难泽连斯基之后，对吧？也就是特朗普第一次说泽连斯基手上没牌。在回答关于对欧盟、美国和北约信任度问题时，近半数受访者，大概 48% 吧，表示信任欧盟， 26% 的乌克兰人不信任欧盟，绝大多数乌克兰人，大概 74% 继续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活动持负面评价。这也反映乌克兰的一些民意。彭博社说他说伊朗的政变将引发一场改变世界的革命。如果哈梅内伊政权被推翻，这对普京来说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马杜罗被监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被推翻之后，普京又将失去一个盟友。这是自1979年以来伊朗最重要的时刻。前中央情报局中东问题高级分析师威廉·阿舍尔表示，他指的是导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的革命，以及随后德黑兰与美国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敌对关系。据悉，过去2周内，伊朗抗议活动已造成500多人死亡，1万多人被捕。与此同时，特朗普声称美国正在筹备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可能让他们痛处的地方给予沉重打击。这个彭博社认为这个伊朗如果变天了，那俄罗斯也要失去一个重要盟友，失去一个左膀右臂确实俄罗斯的朋友越来越少了。所以俄罗斯的专家立即发声说，伊朗不慌，有能力摧毁中东美军基地。针对中东地区潜在的冲突风险，俄罗斯网络高级分析师萨菲尔·阿尔丁明确表态说，伊朗完全不必慌张，若战事爆发，其具备摧毁中东地区大部分美军基地的实力。很好这个俄罗斯的高级分析师实际上和这个咱们电视台那个分析师那些军事专家是一样的，妥妥的反向指标。他们也喊出了伊朗不慌。这个俄罗斯的口炮一哥梅德韦杰夫猛烈抨击欧洲领导人，指责他们计划在乌克兰部署多国部队，并威胁称，如果北约部队真的部署到乌克兰，将会面临严重后果。他在一篇充满泼妇骂街言论的帖子中，指责马克龙将欧洲推向战争边缘，并警告说俄罗斯绝不接受任何外国军队踏上乌克兰的土地。俄罗斯外交部也说西方军队在乌克兰的部署将被视为干涉。这个当然是强盗逻辑不值得一驳主权国家邀请其他国家驻军，这叫干涉。俄罗斯军队不请自来侵略，这叫对吧？特别军事行动。所以他这个就是流氓逻辑、强盗逻辑。这个我一直在说马克龙和这个英国搞的这个叫志愿联盟，也就是欧洲给乌克兰叫安全保障，这个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悖论。什么叫悖论也就是说，它前提条件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和平协议，就是停火，然后志愿联盟这36个国家军队就进入乌克兰。问题是，如果要知道欧洲军队要进入乌克兰，那普京他能停火吗？所以你看他是不是一个悖论？也就是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欧洲人呢出这一招实际上就是这个仗还要打下去。你普京好不容易咬钩了，你想脱钩，怎么可能呢？这个潜台词就是，如果你停火的话，这个北约的军队就部署到乌克兰。那普京当初侵略乌克兰，他的旗号就是对吧？这北约东扩也把北约的赶走结果你这仗没打成怎么样，北约军队还来了。你要一停火，北约军队就过来，那言下之意就不能停火。只要这个仗还在打，那就志愿联盟他们就不能来是不是这个逻辑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首先是欧盟、欧洲已经准备好了法庭要审判战争犯，主要是普京和绍伊古然后这个英国的国防大臣希利还说对吧，要抓捕普京。然后这个欧盟也坚持要求俄罗斯战争赔款。这一切都是要让这个仗要打下去。包括德国总理默尔茨说的对吧，这个仗要打到底，一切都是以停火为前提对吧？你停了火，36个国家的军队再开到乌克兰，否则就支持乌克兰打到底。你看看横竖这个普京他是绕不出这个圈子，跳不出这个欧盟给他画的这个圈子。这个俄罗斯又有媒体传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已经不行了，病入膏肓传言这个普京正在物色他的接班人，包括达乌多夫，还有个阿劳迪诺夫以及卡德罗夫的长子。
当然了，每一次传言这个卡德罗夫身体不行了，过一阵子卡德罗夫又出来辟谣，不知道这一次是不是真的啊？卡德罗夫身体肯定是不行了，但是是不是还能坚持几年不好说啊。现在就是看是普京先送走卡德罗夫，还是卡德罗夫送走普京啊？我们拭目以待。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